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客家电视台作为东岛众无共享的节目，要同大家来分享客家人做的某个事情，还有由哪一种素材嘅客家人。今日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礼拜六暗晡头9点要来播出嘅一个纪录片，叫做《南半球青璀璨嘅神呢》。一部纪录片讲嘅东西，可能唔係日常生活当中會遇到嘅事情。不過，我知道也係唔清楚愛啲嘅事情，清楚愛了解到嘅事情非常嘅重要。今日嘅節目當中非常榮幸邀請到一部紀錄片嘅導演陳立貴導演，會同大家來分享。歡迎導演，歡迎導演。大家好，我是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的導演陳立貴。荣幸欢迎到导演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次这一部纪录片叫做《南半球青璀璨嘅神呢》。大家听片名可能会觉得，这部片是在说什么？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跟我们的观众聊到说，这可能不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议题，但是导演这次选了这一位主角，就是我们的邱垂亮教授，来帮他拍摄这一部纪录片。他是一个苗栗公馆的行业，苗栗公馆的客家人，他一生的故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过去可能某首司机，过去可能我们不认识他，但是透过导演的纪录片，我们可以好好的了解他。所以这次非常非常的好奇，想要来问一下导演，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机缘，会想要做邱垂亮教授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邱垂亮教授，说实在。我也跟你其实没有差很远，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其实对他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我只知道说他是一个政论家，其他我其实知道的非常少。是。那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到布里斯本，澳洲布里斯本去参加台湾纪录片电影节。那在那个纪录片电影节上，他算是挂名，算是算是总召，对总召之类的，对嘿。那当然执行者不是他啦，可是他是帮他们去找资源，找所有的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人啦哈。对。那我才发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会场上，我才发现说哇，怎么有这么一个人，实在太厉害了，我非常的惊艳，就是说他一讲话那个气场哦，真的是非常的强。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底下做很多这个西方的澳洲的这些高大的白人的学者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然后可是他对他们讲话都是这样，我是觉得好像有点颐指气使的这样子，可是那些人直球对决，对那些人都听得这样子我说这样子垂耳恭听然后对他毕恭毕敬了，然后听得笑呵呵的，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很像那个，我回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在布里斯本看到一个很像是台湾的黑帮大佬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号人物。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政治学者，然后又是个政论家。他在澳洲，他那个教育了非常多的澳洲的政治精英，甚至很多都做到高官，包括前总理陆克文是邱教授的学生，对，曾经上过他的课，包括好几个国会的议员，甚至驻英代表、财政部长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在澳洲就等于是他的发言是相当的有分量。然后他的政论文章又是启蒙台湾非常多的知识精英的，没错，对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也是一直到澳洲之后才认识他，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就是在刚刚说2016年这个电影节跟邱垂亮教授认识之后，知道有这样子的一号人物，一个苗栗公馆客家人，都国外在遥远的澳洲，在那边教政治。而且其实有教育出非常多优秀的这些政治人物，都是邱教授的学生。过去可能真的完全不熟悉不过这一部纪录片其实记录了非常多包含他的生平，
他以前小时候的故事，他成长的地方，以及他后来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透过这部纪录片，我们可以好好的了解他。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初2016年导演跟邱教授结缘认识了，但后来怎么有机会以他为主题来拍摄一部纪录片呢？对。2016年，在纪录片电影节认识之后，其实邱教我一去，他们就对我非常的好了。他们就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去放那个影片叫做《革命进行时》，然后我一去，他们就跟我说，哦，邱教授非常欣赏你的影片。然后那个午夜，他们就说你去坐邱教授旁边这样。然后那个影展结束，邱教授又跟他的太太，那个师母又特别带我跟另外一个导演去玩。去他们的动物园什么的，可是回来之后我就想说，哎，我们可能就是sayonara 再见了，这一辈子见到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可是我真的没想到说，差不多在2个多礼拜之后，邱教授跟师母就回来台湾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然后邀我跟我先生一起见面。那时候正好是师母，她是台大外文系，他们有一个同学会，其实就是6、7个人嘛，小型的聚餐这样子。那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他跟他师母的学弟妹，所以他就把我们邀去一起吃饭。对，然后就这样之后呢，大概从2016年到2019年，他大概这3年之内，我们可能见了大概9到10次面，就是很热络。对，他每次回来，我不晓得他每年都回来这么多次。对，然后他每次回来，他或者会把我们这些就是说电影展帮的这些，他叫我们叫小朋友啦，小朋友跟他当然年纪，因为他地位太崇高了，他地位崇高，对，然后就会邀我们一起吃饭，或者是他跟他的比较，他有分2批，有一批小朋友班，一批这个成人班、长辈班、长辈班，譬如说彭明敏教授啊、李晓峰教授啊等等这些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把我们叫过去，所以等于是我们每年就会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这样。那一直到2019年，他其实是最后一次回来，那因为接下来就是那个 COVID 就爆发了，对，爆发之后他就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之后就发现他得了肺腺癌，然后再隔1年就过世了，这样子。那所以就说，对我们。其实从2016年见面到，就后来就是觉得真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样。然后后来邱教授过世，那个师母，他就希望我能够帮邱教授拍纪录片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我正在忙李乔老师的纪录片，然后还不能够立刻答应师母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师母说，对我没有给他很肯定的答案了，就是说我那时候正在忙别的案子这样子，然后师母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她愿意等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听了非常感动，我就在想说，我这一辈子愿意等我的人好像也很少，就说对我讲过这句话的人真的也不多哈，然后就是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纪录片完成这样子。所以这部片是受到师母的嘱托，然后要来纪念我们邱垂亮教授一部非常重要的纪录片。但是太敢讲都亚可能会吃到讲，呀嘿一个想念教授的一个纪录片，没错，是这样没错。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们讲了很多他的生平以及他周围懂得青葱有给事情，有关于在台湾在争取自由、在争取民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有哪一些思想，其实他记录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就像一开始导演说，他留下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很多的家人朋友对他的一些分享。对他一些记忆、一些片段，都做的都有纪录片底度看得懂清楚。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从片名开始，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为什么会以这个命名？在讲这个南半片名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虽然这是师母请托的纪录片，但是就是说我希望它不是一部家庭的纪录片。我也希望他有他的公共性，尤其是亮公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部家庭纪录片。所以我有跟师母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跟公部门请求协助？对，对，所以是由客委会来赞助这个影片这样子。对，那至于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然后英文片名叫 Life's Good 呢？就是其实中文的片名是因为我在访问的时候，那个吴欣欣委员，那个我们前侨会的那个主委嘛哈，他是跟邱教授的关系非常的要好，然后他就讲说，如果我们的侨胞在海外的侨胞，每个人都是一颗珍珠的话，那串起来是一串项链，一串美丽的项链。然后邱教授是其中最闪亮的那一颗珍珠，这样。那我本来想要把他的话用在影片里面，那可是因为他讲得非常的长，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把它转化成为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然后其实对我来讲，邱教授也等于就是我心目中的地位，他就是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对他的表现，他的一切，他的光芒，确实在我们的南半球我所认识的里面，确实是。对，是透过导演刚刚讲的，给春帆都在了解到，也两公啊，这个邱垂亮教授，给到也海外侨胞的这个地位有多重要、多崇高，也咩嘿，大家做得好好来欣赏一部纪录片，青春有嘅一类原因，还有多多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第一张给我照片这样，他很容易哭的人。做法实在不存在，个死人家是像我呢，爱钱也唔敢欠。他就是这种开玩笑的人啊，当然纯粹开玩笑嘛。He loved food, his family, and Taiwan's independence. We, 23 million Taiwanese people, want peace. Want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刚刚看到嘅样片，就係南半球青璀璨嘅神呢，也禮拜六暗晡頭9點就會來播出嘅預告片。大家到嘅片段當中，都在看得到家下啲台檔發表演講嘅，就是我們的邱垂亮教授，看得出來他的那個 power 就是非常霸氣的，在跟台下都是重要的官員們，然後再跟他們演講，再跟他們說話，也係。苗栗公館出網行業出礦坑人，出黃坑。对，我也是苗栗公館。对，故時候我知道，我看完紀錄片之後，我知道因為都亞行嘅張碩士都也為按重要嘅一類人物。因為其實過去懂得歷史，可能不是我接觸過的。我說實在的，這個可能不是我生活當中曾經接觸到的歷史年代。但是要的事情套到現在這個年代，我覺得我們還是必須要知道很多關於我們的信念，我們想要追求的事情。那我覺得邱垂亮教授老亞的事情，他把這個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讓我們很想了解到說，他到底是怎麼做到這些事情，他曾經做過了什麼，會非常非常的好奇，想要知道。於是透過這一部紀錄片，我們可以窺見他一點點。一小部分，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感謝導演來拍出一部紀錄片，告訴大家我們亮公的故事。剛剛講到了他的華語的片名《南半球最璀璨的星星》，英文片名其實看起來字面上跟中文沒有關係。對對，那就是巧思在裡面了。哦，對，那個英文片名是因為這樣啦，就是說那個邱教授他的學生都叫他亮公的。那個，可是那個亮公是非常崇高地位嘛。可是那個鐘兆政跟他是好友，然後鐘兆政一看他叫他阿亮姑，是小朋友嘛哈。對。然後那個師母是說，他不太喜歡亮公這樣的稱呼啦，他覺得亮公有一點那個太過封建了。那可是邱教授就說，不管是亮公或者是亮姑，英文都是叫做 LG 啦。英文的所有都是 LG， 頭一個字母。對對對。可是他覺得 LG，他認為就是 life's good，
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 life's good。我觉得，而且这是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自己我是觉得是一种非常通透了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喟谈，说生命很美好。那我就非常的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就用这个作为片名这样子。其实讲到 life's good 亚基发神发懂后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大家可能会吃豆，还没有看纪录片，可能会觉得哦，就是 life's good， 这是一个对生活非常美好的期许。但是当你看纪录片过后，其实纪录片里面有非常多很深刻并且很动人，然后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故事，是导演自己在拍摄纪录片当下你也才接收到的故事。那再看到 Life's Good， 你会觉得天哪，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们现在就来举个例子好了。其实碰鸦片呢，法也差不多3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来拍这部纪录片。过程当中访问了非常多人，都是跟我们的邱垂亮教授相关的，比如说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他的学生。里面其中有一个访谈，乃昆泰沟和乃英雄飞送城，就是访问他弟弟的那一个段落。我们可以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你当时听到的故事吗？嘿，那个邱胜男先生哦，就是邱垂亮教授的弟弟了哈。那他特别讲到的是说，当那时候台湾政论，因为台湾政论是许多人认识邱教授，其实是因为阅读到台湾政论里面他写的文章。台湾政论是由黄信介当发行人，然后还有康理祥先生。是社长，还是黄信介是社长，康理祥先生是发行人。反正这2位他们所创办的这个杂志，政论杂志。然后邱教授从第一期开始他就写文章。那这个是台湾非常非常早期的政论文章、政论杂志。然后其实这个杂志是启蒙了真的很多的台湾的这个知识青年这样。然后邱教授在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在第5期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2种星象》。然后《2种星象》这篇文章就被当时的警备总部就把它禁了，说它是煽动什么。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对，它其实是不太允许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的。对，它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个讨论这个台湾未来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他也没有支持统一，或者也没有支持独立，他只是访问一个音乐家，一个刘教授，然后2个人之间的对谈，他把它这样子整理出来。可是这篇文章就被禁了，而且不止被禁，整个杂志也被禁，而且是终身停刊。这个被禁之后，然后邱教授他也就被列入黑名单，不能够回来。然后可是他就说邱教授他还是有他说他是客家人的应景嘛，他还是在第2年的时候，对，1976年的时候元月的时候，他想闯关回来看看。就他闯关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是他爸爸跟他的弟弟，他们就去机场去接他们，然后接了就是等很久啊，他就被请到特别接待室里面去讲话了啦。那时候他回来之后，他也知道自己是有危险，所以那时候是有2个澳洲的教授陪他一起回来。那时候他的弟弟跟他的爸爸，他的弟弟在讲述的就是这一段，他跟他爸爸还有董国英老师，就是邱垂亮的小学老师，还有他另外一个弟弟，然后一起去那边机场接他，然后接很久他没有接到，然后后来有2个情治单位的人员来请他的弟弟跟董国英老师一起进去接待室里面去见到邱教授，因为邱教授要被遣送出去，然后他就在外面陪他的爸爸。然后他就讲到说，他看到他的爸爸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机场大家都走了，接到的人大家都走了，就剩下他跟他爸爸。然后他就看着他爸爸，看他一个人坐在那么大的空荡荡的这个接机室，对。然后就看到爸爸非常孤单的一个老人这样，他看了就非常的于心不忍这样。然后因为他弟弟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已经经过50多年了。他还这样子内在这个真情流露，情绪澎湃，然后脸部抽动，然后一时又哽咽。
对我那时候我们，对啊，在现场我们拍的时候，我们也都其实是非常的感动这样子，很难想象一篇文章会导致一个国人没有办法返回台湾，以及甚至是后来都没有见到教授的爸爸他的最后一面，对不对？对，他列入黑名单之后。然后他其实是有3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回来。后来他那时候因为罹患的关系，然后让他能够回来。可是回来之后，他又觉得说，台湾的这个白色恐怖其实是变本加厉的。我们后来也有去那个档案局啊，看到邱教授的那个档案也是一堆啊，真的，对，被监控的档案是一堆啊，对。所以他后来连他父母亲过世，他都没有办法回来。对，这是一个。他看起来是外表是他非常的幽默，非常的乐观，其实他内在有一个深沉的亏欠，对他父母亲的亏欠，所以他就说，他自己在文章里面写说他是一个不孝子，这样。对，后来就是靠他那个弟弟，帮他等于是负责照顾他的父母亲嘛，帮他负起了他是老二了哈，也算是对，帮他负起了照顾父母亲的责任，他对他这个弟弟也是很感念这样。其实这些事情、这些话题都压给沙菲来讲，我们好像会觉得那好像是我们尽量不要去想的一个话题，尽量不要去触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的心里，难道不会在偶尔的时候，你真的想起来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追寻的是什么？我想这也是导演亚普纪录片想要同大家讲的。你希望大家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一部纪录片？其实就是说，邱教授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在那个李小凤教授称他为个子不高的一个民主运动中一个个子不高的巨人。当然，这提醒我们说，民主运动是台湾的民主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然后他失去其实是非常的容易。然后邱教授他也是一个学生眼中的亮公，他真的对学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是一个影响台澳关系有影响力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心中，我觉得他很重要，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点是我很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让大家去了解、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不管他后来他追求的这个民主也好、自由也好，或者是台湾独立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直击在他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直击在他心中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一个信念。对，所以这是我很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家去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没错，像安用嘅一个一号人物，出身苗栗滚滚出王行，安重要嘅一个人物，佢嘅纪录片，我相信非常推荐俾大家聽錯咗啲好好嚟欣賞。還有多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呀，禮拜六暗晡頭9點，記得要準時收看南半球清水參嘅神呢，有關嘅係呀邱水亮教授佢嘅紀錄片。也啥人物真嘅係伊咧，我知道我聽慢將熟悉到佢嘅，因為佢做嘅事情真嘅非常嘅冇簡單。佢花嘅當多嘅時間同力氣都澳洲，因為他非常久以前就到澳洲，他到澳洲我們剛剛算有50年的時間了。超過50年的時間，而且係佢同佢嘅太太就是師母共下過去，師母妹係苗栗客家人，也是苗栗客家人。佢哋到澳洲非常善忙嘅推動台灣，本台灣做的啲澳洲本大家看到，
对不对？在澳洲推广台湾，让大家可以在澳洲知道台湾、认识台湾，甚至让这些侨民们大家组织在一起，把大家全部都牵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亮公算是最早到澳洲的台湾移民了，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有东从呀，根本你节目当中完全讲不完，完全讲不完。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其实一个美丽的客家人很重要，以及他做了非常非常多台湾的记录，对台湾民族、台湾政治的记录，也是你平常会了解的事情。韩国想要同大家讲一下，因为他是客家人，但是导演其实不是客家人，但是这一部片的客语比例超高，整个配音也全部都是客语。对，而且导演选了谢国权老师来做这部片的配音，国权老师棒，可以分享一下这中间的过程吗？全客语很辛苦哎。主要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要在做田调的时候，师母就送给了我一堆，就寄给了我一堆，邱教授过去写给他的情书。数以百计啊，好浪漫哦！对，然后那个我在想，我在阅读那个书信的时候，我真是叹为观止，我真的太敬佩了。就是说，那是亮公他在23岁所写的书信，因为他是从成功岭时候开始写嘛，那时候是大学时代就去成功岭，就是在追师母的时候。对，对，然后就是说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的文笔、他的文学、他的音乐、他的艺术、他的世界观，那时候没有幽默，他一直哭啊。对，他那个时候是很愁的那个阶段，对，我想起来了，多愁善感，是个文青，也是个愤青这样子。可是里面充满了知识性跟文学性。跟他的世界观的雏形都已经有了，我是非常的敬佩了。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何把他的这个书信穿插在这个纪录片里，在这个纪录片它整个故事里面嘛，这是我的第一个出发点，然后也让人家看到说，邱教授他年轻时候他的一个他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他的信念是怎么样。他的世界观跟他的人道主义，其实都在他的信里面就已经表露无遗。他的情书写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对，好有深度。我就说师母读他的情书应该读得非常高兴，非常开心，非常期待。可是我在读他的情书的时候，我是其实很辛苦，因为就是说他的那个年代久远，字迹有点模糊，然后再加上扫描，所以其实字迹非常模糊，所以我读得很辛苦。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情书实在是太棒了，这样。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是客家店不是就是客委会委制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客语。你说我们有很多的客语，是因为满满呢。对，我就想说，那他这个书信用客语去把它读出来，其实我觉得很棒。对，然后找到那个谢国权老师，我就觉得他一念，我就觉得我们的影片一个基础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另外就是说，用这个客语跟他那个抒情的那个调性，跟影片做某种的那个节奏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书信它其实有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书信跟配音，其实因为也是过去的方面我们拍不到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见证当下那个场景，但是因为他给口译还够创意，我们可以用动画的方式呈现。这一次导演找到的动画师，我觉得也把这个精髓还有当时的氛围感重现得很好。这个动画师他也真的很棒，他叫做吴世宏，他曾经得过比利时的那个漫画奖，然后因为我跟他已经合作过相当多部影片了，从史明的《革命进行时》开始，然后包括那个曹永和的纪录片，包括李乔的纪录片，这一部我们已经是合作大概第4部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沟通上其实是。算是非常的顺畅，他也知道我喜欢的风格，我也知道他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他的素描的功力非常好，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大概只会就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人物的造型，他大概亮公长什么样，我必须要跟他讲，给他看照片。
然后就是说他的服装、他的年代，因为吴世宏毕竟还是比较年轻，他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动画师，所以对那个年代会有点比较不熟悉，会需要跟他这方面的沟通。那其他在分镜上，我是觉得他已经相当的成熟，相当的好，我们很简单的沟通就行了。我们在剪接的时候再做稍微一点点的调整，速度上做一点调整就 OK 了。然后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棒的 idea， 就是说那个坟墓。那个我本来只是希望我们的镜头上摇，然后上面去变成那个暗夜，然后星星这样亮起来。然后他就说：“导演，我让那个鸽子飞起来好了。”我一想，哇，太棒了！他就让那2只石鸽子就这样变成这样动态飞起来，这是他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 idea， 这样子。对，因为刚刚讲的那个是亮公他的墓碑上面的这个对鸽子，石头的鸽子的雕像，对，所以让它飞起来，有那么一种意义，对，另外一种意义。对。然后我再多讲一点，就说因为那个鸽子这样子飞起来，然后一开始有一个那个郭美芬博士，他一看到这个影片，他跟我说，他还以为这是一部那个爱情，在记录亮公跟师母的爱情故事，也是有一部分啊。对，我说这确实是一部爱情故事，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始于情书嘛，然后是一封一封的情书，可是后来亮公跟师母结婚之后，他不用再写情书了，可是他继续书写，他写他的政论文章，其实就是他写给台湾的情书，一封真的是写的，他一直到他最后这个死前的1-2个礼拜，他就还在写关心台湾的政论文章，所以那个说他是叫做吐尽心头血，句句为台湾呐。我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这部纪录片在澳洲放映的时候，他的女儿讲了一句话，他觉得说这部片是他的妈妈献给爸爸的情书。我觉得这个 idea 也是非常的棒，对，好感人哦。对。我觉得透言公的非常给抖，有一件事情董崇佑，其实导演一直以来都记录非常多台湾的很重要的人物，文史工作者都有。其实不仅仅是这样，这一部片跟过去的纪录片有一个很巨大的不同，它记录的是在澳洲看台湾的角度，而不是台湾看台湾的角度。这个是跟导演过去的作品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对不对？这一部作品，对。就是说，过去我做的这个传记人物了哈，不管是李登辉也好，史明也好，郑南榕也好，还是陈定南也好哈，他们发光发热的场域其实都是在台湾，那主要的贡献是在台湾。然后邱教授不一样，其实他发光发热的场地是在澳洲，对，那可是他是以教育了很多澳洲的未来的精英，然后来帮助台湾，所以他对两边的重要性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就是说，这是他跟我之前拍摄的纪录片人物是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在我们拍摄上，因为我们必须要去澳洲拍摄，我们在澳洲访问的人比在台湾，他的学生很多在澳洲，对，在澳洲访问的人比在台湾多了，对，所以就说我们在成本上说也是会比较高，很辛苦，而且不止澳洲，还有日本，对，因为他也常跑去日本，对，然后他的学生现在也在日本教书，那是一位香港人，对。然后我知道法也3年的时间，花了3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3年要拍出这个，其实已经很满了哎，我还觉得3年有一点不太够，3年应该是已经很紧绷、很紧的状态，这样子走出来雅铺，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一部作品，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师母看到他的回馈是他的回馈也实在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对，就说我们纪录片完成哈，其实最紧张的阶段就是要给家人看，因为家人对那个传主或者是自己本身，他会有不同的想象跟敏感点这样。那我是在那个影片都完成调光跟那个配乐之后 ，final 不能改。不可以改了，走唔得改，就会按呢。对，我才那个把连结给师母看，然后师母有10天都没有给我回应，
太紧张了，好紧张啊七上八下这样子。然后后来师母就给我赖说，她看了2遍，她哭了2遍这样子。然后这一次你知道，后来师母特别为了我们的首映，她回来。然后为了1个礼拜，就为了我们的首映，她回来的时候，她说她跟她姐姐，她放给她姐姐看，用手机放给她姐姐看，他们2个人用手机从头到尾看1遍。哦，然后最近她才又跟我说，她4年多，因为邱教授已经过世大概4年多了嘛，她说4年多都没有听到邱教授的声音了，她现在她就放这个影片来听邱教授声音。让他入睡，这样他每天都不好睡，他听这个声音让他入睡。对、啊，这个是作为导演应该是觉得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哦，可是我也觉得非常的心疼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部纪录片，大概就得了解到，虽然看起来，有爱情的成分，它爱情的成分在里面没有错，它确实也是一开始串起这整部纪录片的一个开头。不过很较重要的是，邱垂亮亚萨你，邱垂亮教授这个人，我们应该好好的了解，大概以前发生的某个事情。我们也非常谢谢导演帮我们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内容，也谢谢导演给我们来到福喜来介绍这部纪录片。沈梦偷演，谢谢。安子生，没什么天司机头前观众陪我嘅时光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術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